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音乐唱舞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什么记录来的，然后会使无？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吃海产，我要小摇滚，爱你来。啊！你第一条这条歌做出来了后，你敢有马上想要摕爸爸听？伊有一届生日的时阵，我唱了，结果阮爸爸妈妈怎讲？袂歹啊，袂歹听。阮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土地特别香，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伊是一个真好的。查甫，才拜托者，电话伫遮，电话伫遮。电话秘密生活，为你唱的歌，就算无人饮水冷空，向咱未来看望。自由自在，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这的记忆，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百百款，逐工拢有足侪故事在发生，有的会当写做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。海味61号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海味61号。无错，你无看唔对。人在讲声乐团的叫做 rock， 我是爱听团的，所以你会当叫我爱听团的 rap。刷落来全新的海味61号，甲我爱听团的 rap， 会为大家来介绍伫这片土地上直直舞出来的台湾乐团甲歌手。第一组人是谁呢？对我行知影。今仔来到这是中华的溪州，这个所在呢叫做孙园，嘛是乡土诗人吴胜老师出世的所在。那讲到吴胜老师，大家想到啥？爱做音乐的哦，对，就是恁想到的迄个人。你要试看卖要掰开无？我试者，我试看卖啊，应该是会使啦，吼。这坎做甲足细吼。系啊。因为吼，这是囡仔做伙做的这个树屋。哦。啊，所以因咧设计的时阵，因看迄个《汤姆历险记》啊。哦，我知。就想讲，我要互大人开。对呢。啊，就做这样的细解啊。所以这片树林，原底就是树林吗？较早是阮阿嬷种田的所在。爸爸敢拢有希望讲你去做一个国家公园的做一下导览，对无？所以迄时阵就甲我算讲高正我来读迄个中心森林系。高正，真正高正的哦。啊，我迄时阵刚好想要升团。所以我迄时阵足叛逆的，我着大学啊，考试嘛无爱去考，啊上课嘛无去考，无去上。结果迄上就烂甲阮爸爸怎走来甲我做伙大啊，退休，啊走来台中甲我住一个细细间仔的房间，住一年。去读中心森林系，佮比我认真，佮伫遐读册，啊，佮甲遐的学长因拢足好的啊。我伊就放我走啊，伊就是讲啊，好自为之，就讲你要升团好啦，你去啦，啊，我就去台北啦。带你来片分多金，来行行咧。好啊！你即马是家己出来做家己的音乐，是。929迄当阵，甲你即马做的
甲即卖风格，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吗？较早咧做音乐的时阵，会一直想讲，我想要做啥物音乐。但是后来耍团了，才知影讲，耍团吼，迄个音乐是大家做伙做的，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。对。所以大家做伙做，迄种过程吼，足爽的。足趣味的，就是讲歌曲内底一定拢有无同的人。对。啊，讲到来吼，你尾后家己做的专辑。啊，家己的哦，变做小可较单纯啦。嘿，较单纯啦。就是讲我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对。啊，嘛是袂歹。嘿啊。对，就这两个是完全无同的方式。因为我算因为着囡仔，莫讲为着囡仔啦，带囡仔做伙转来啦。所以就变做要去台北练团嘛，无遐方便。较早我耍团较侪欢喜。较侪就是大家做伙拍拼的感觉。啊，即马是会使较写家己的生活、家己的心情，甲看到人生的方式。这面敢若甲爸爸的关系，常常有无啥物代志就小叮当着了，对吧？嘿，少年时阵啦，因为我细汉嘛就爱看伊的诗，所以我就开始用伊的诗来做歌。对，我就是有看到你有写一条歌，专心全意的爱你。迄算我第一首台语歌。嘿，第一首台语歌。伊迄首诗啊，本来是乐乐长的诗，后壁段有一段足短短啊，就讲阮专心全意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。我就感觉讲，就是咱有当时啊，足侪的操烦，拢是因为咱足爱。爱一个人，爱土地，还是讲爱咱的家庭，拢是共款。对，拢会操烦。拢会操烦。嘿，对。啊，所以我就甲这首诗，就改做一个较短的专心全意爱你。伫这是大大的世界中，小小一个岛屿，伫你怀中大汉的阮，捌放袂记，阮要用全部的快乐，唱出对你的亲情。歌声中不只是真心的呵乐，嘛有感谢甲依恋，疼痛甲忧烦。阮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土地特别香，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。阮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雨伞特别丰富，因为你用艰苦的灵饲大了阮。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土地特别香，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。阮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雨伞特别丰富，因为你用艰苦的灵饲大了阮。你只是大大的世界中，小小一个岛屿，伫你怀中大汉的阮，捌放袂记。阮要用全部的快乐，唱出对你的亲情。
歌声中，不只是真心的学乐，嘛有感谢甲依恋，疼痛甲忧烦。安尼我就想要问讲，啊，你第一条这条歌做出来了后，你敢有马上讲要想要互摕互爸爸听？我歹势啊，我头啊写，啊我感觉袂歹听，但是我无可能讲，爸，我写一首，阮的迄个关系毋是安尼，阮的小可歹势啊。啊是有一届生日的时阵，啊我的朋友啊，因有听过。因昨伫迄个生日的时阵讲，志宁，啊你毋是有一条写恁爸爸的，用恁爸爸写写的，啊，就叫我现场唱。我唱了足歹势，啊，结果阮爸爸妈妈怎讲？袂歹啊，袂歹听安尼。我心内就感觉足欢喜，因为算第一届安尼唱歌，互爸爸妈妈听。后来伊嘛是慢慢啊，较会支持我啦。这是开始互相理解的一个开始。我嘛转来。享受这个唱啦，啊，我就嘛了解讲伊当初迄个苦心，这间足特别的店，伊算是老厝，去改较适合囡仔，算讲规个家庭安尼啦。啊，而且伊这拢是有机的。哦，这食材拢是有机的嘛，有机的啊，足侪在地的食材。讲到在地吼，志玲。你对中华是一个什么款的感觉？什么款的感觉？对。离开了20多年了，因为故乡的这个环境嘛，想讲带囡仔转来庄脚，但是我感觉迄个心情是复杂的。转来时阵，我迄时阵会想讲，我要转来创啥，想甲足好的安尼。但一转来发现讲，要伫故乡发展，还是讲要伫故乡做一寡代志。其实细项啊，一个代志都无简单啊。对。比如讲有机的食材，咱即马拢希望囡仔食到好的物件嘛，健康的物件。但是你要种这红心芭乐是卖用土农药的哦，都足无简单的。这看了好啊，食下嘴内底有一个香味的。对。从日出到日落，你丢亲密为伴的母亲这样说。水沟仔是我的洗衫间，金石园是我的便所。竹帽仔脚是我困到的眠床，日从日出到日落，不知道疲倦的母亲这样说。清凉的风，就是上好的电风。稻仔田就是上好看的风景。水声甲鸟仔声是上好听的歌。是上好听的歌。
咱就咱就食无偌济，穿无偌济，咱就安尼甲看，好大就好，上好，好用就好大好，咱就甲看，较无输几个个。我安尼交代恁吼，今年吼到民国3年10月14，我81岁啊，真少岁啊吼。日从日出到日落，不知道疲倦的母亲这样说。尽量的风，就是上好的电风。是上好看的风景，水声甲鸟仔声是上好听的歌，水声甲鸟仔声是上好听的歌。是上好听的歌。我捌看恁爸爸吴胜老师，伊有甲你讲一句话啊，讲你知性不足，感性有春。你有同意伊这个讲法吗？我完全同意，真正就有感受到我甲阮爸爸小可相像的所在。就是阮是足浪漫的人。对。啊，想的世界拢，别人听起来拢可能感觉讲足浪漫的啊，无一定会使做会到，应该是颠倒去想讲知性不足。啊，这是我的检讨。啊，阮就爱搁较认真的安尼啦。像你讲，你创作这么多歌曲，搭一条歌会讲来上符合你即摆的心境。我偷偷甲你讲，其实我嘛足思念台北的。是。我嘛足思念台北的生活。啊，思念我较早甲朋友做伙生活团的迄种过程。所以我后来吼搁登去听我有929乐团，上尾一张专辑，上尾一首歌，叫《生生的梦》。生生的梦。本来我迄时阵，阮想要去巡回吼，啊，就想讲要讲一个足 rock 的名吼，想讲要安怎，啊，结果阮团员说讲，啊，要40岁啊啦，梦拢生生咯。我就讲啊，对吼。这梦拢已经生生啊，归去咱就叫生生的梦啊。而且吼，伊迄足趣味的一个代志，阮咧录音的时阵吼，啊，大家录了本来爱唱歌啊，结果录了想太好听，啊无唔通唱歌好啊，怎就安尼啊？就安尼啊，都无唱歌啊。啊，迄规曲就拢无唱歌的。是。啊，我感觉足好听。听你的歌，你就去感受到讲一寡你对这片土地的爱。我感觉这非常的好。啊，我嘛足欢喜，你会使为台北来，啊来到中华安尼，甲阮做伙享受遮的美好。真正足欢喜你来。台湾真正赞。赞。
像海鸟飞着海洋，开阔的梦想。伫倒数明远，伫海洋中心，伫黑暗时阵，历史交接的时刻，守护咱的梦。照着咱的窗，伊看顾每一个等待的暗暝，伊引带每一只找厝的船只，守护咱的梦。伊照着咱的窗，迄是希望的方向。海洋倒数的交接，船只带着消息，一逝搁一逝，一逝搁一逝。伫倒数边缘，伫海洋中心，伫黑暗时阵，历史交接的时刻，守护咱的梦。照着咱的窗，伊看顾每一个等待的暗暝，伊引带每一只找厝的船只，守护咱的梦。伊照着咱的窗，迄是希望的方向。迄是希望的方向，迄是希望的方向，迄是希望的方向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伫倒数边缘，伫海洋中心，伫黑暗时阵，历史交接的时刻，守护咱的梦。照着咱的窗，迄是希望的方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海味61号》，我是爱听团的 Ralph。今仔日这组来宾呢，因的歌，互人听了都有温暖的，而且佫有淡薄仔哲学的感觉。哦，顶到我约伫遮，我来看卖啊。嗨，耶！恁来到我约个遮啦？袂歹啊。哦，这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啊？就是阮朋友开的旅社。哦，看起来袂输甲恁兜呢。其实伫高雄，这差不多是就是阮兜。这算讲是恁伫高雄的厝了，对吧？对啦，因为阮大家来拢住遮。后来我有炸一个这个高雄照有的迄落甜不辣，灌肠。多谢多谢。我们来食者。这嘛是高雄台南才有的。哦，对，这好食哦。所以来高雄台南一定去食的物件。对。对我知。好，今仔海味61号，咱的来宾就是特修斯。大家好，阮是特修斯。
你乐团的名特修斯想要来？大学时阵参加社团爱表演嘛，12点进前我爱交一个名出来，爱交出去对对，爱交出去。啊，不然咱是安怎？咱 Google。对啊，咱就 Google 啊，这名，对，因为这名特修斯其实就是一只船，真的确的一个悖论的名。对，做铁塔的名对。啊，这个名其实有一个意义，就是你物件其实就是咱团员咯。但是尾也毋是咱两个，嘛毋是过去的人，这个名佫会使继续用。你有一首歌，叫做《让我》，对不？对。让我是不是因为你看了一张日本的爱情电影了后，叫做《情书》，对哦，啊，互你一个启发，互你一个灵感。我介意一个查囝，查某囡仔。对。已经有查某囝啊，我无讲呢。哦，我想讲囡仔，我甲伊拍3年，做伙3年，但是这段爱情无开花。无开花哦，无开花，无啦，你有斗阵有3档就是有开花啊。不算讲，你想要开什么花？想要有结果。伊要结果，伊爱找，伊拄则已经有讲啊，找囝，爱找囝，不然找花囡。不过这首让我呢，我就是要讲，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会甲我心内的话，拢要唱互你听。因为细汉时阵较对爱这较无啥物想法，就是一直伊付出哦，伊付出真济哦，伊付出真济。连恋爱的时阵是付出真济，尾来开始要久久长长的恋爱时阵，就开始感觉有淡薄仔平淡啊，所以尾来拢无开花嘛，就是安尼。已经要插10岁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伊是一个真好的查甫，才拜托一下。电话伫遮，电话伫遮吼。对。听，灯火微微是我为你唱的歌，就算无人饮醉饮工，向咱未来。有时啊，讲一条青春美丽的歌，有我目翕身别人平顺。听，灯火微微是我为你唱的歌，就算无人饮醉饮工，向咱未来看望，看一条乌水沟啊，无法度冲咱听线，大雁嘛像无花，跳乌石搭。不过一两斤茶。当故乡伤满满你我无缘相送，离开我也唔通无想无魂可看，希望无缘无切予你，敢若记你曾经美满，可惜山盟海誓不过，伊是唔知影是无可能的梦。就听啊，真就看，无人变好就看。
不甘不寒。等你大雨的时阵，较有无声听。灯火微微想我，为你唱的歌，就算无人饮水冷空，向咱未来看望。看这条乌水沟也无法度冲咱听线，大影嘛像无寒，叫我失达，不过一念之差。好，啊，所来就是讲，食的物件对因来讲，嘛是一种铁壳，对无？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是重要的代志。重点就对我啦。重点重点。哦，谁老讲是重点？因为我这烟肠应该是真好食，我先食完再想食来会不会？好。还没食？我给恁食就好。哦，伊咧减肥啊？啊？谁要减肥？一开始的时阵伊来，我们练团的时阵是130多公斤。啊？即嘛是100，你该讲，你该讲啊。即马对啊，你即马99。99啊。 99到100，差不多这。差不多。这还袂开进前，阮去住一间 Airbnb，迄当时阮团员够5个人嘛，我们拍一个 ID 是讲3、2、1啊跳落，综艺跳舞，迄当时先动啊，3、2、1爬落啊，脚长去。啥物卡等你？伊卡。咱两人点点啊拢无出声，月娘啊，照着溪仔水，满是闪兮兮。 咱两人点点啊听水家咧唱歌，后来的日子，悲欢落差满满是。 阮拢已经离开亲爱的故乡，像着向前行，花现繁华拢失望。敢有人想过，
日子，是倒梦到啥时？为生活抹一支，彼天啉着烧酒，唱着歌，嘛不知影了后要安怎。若是阮讲会当去倒选着，过去的青春要怎游去？人感觉需要这呢狼狽啊，安怎未来？永远充满怨气。敢有人想过以后的日子？是倒梦到啥时？为生活抹一支。彼天啉着烧酒，唱着歌，嘛不知影了后要安怎。翔宇啊，嘿，你即马还有生团，然后你搁开公司，啊，听讲你搁有伫做啥物业务？对，我是做广告公司的业务。这个经验会当互你啥物伫创作上的一寡启发无？其实灵感对我来讲，做无同款的工课，其实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想代志。嘿，嘛是因为开公司了后，我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做音乐的制作是爱安尼开钱。哦。啊，阮公司除了是甲团了之外，还有念歌的歌手。对。啊，这个歌手爱考量的代志，佮爱讨论的代志拢无共款。所以其实就是换一个角度，忝是有当时的忝啦，不过是真趣味。安到位啊！你要带我来遮？对啊，这间啊。这间店呢，头家有 A5的和牛。连你嘛知？这我一定爱知。每一档拢来食一届。阿哥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谢谢。请这边请跟我来。哦，谢谢。吼，这澎湃着，真澎湃咧，够澎湃啦！伤过澎湃啊吧？系啊，小汉嘛。你是安怎来高雄，拢会来这间火锅店食火锅啊？无，其实一开始咱两个毋是同齐来食的，其实。恁两个毋是同齐来食，阮两个来食。因为迄当时我研究所的时阵，我全部的同学。哦，你个人搁伫高雄读研究所？无，伫新竹。伫新竹？对，阮是来异地。哦。来调查，来做小的调查。住边啊，然后夜市嘛。啊，阮就想讲，边啊，这间哇是政治人物，较早捌介意食的。若是你感觉淡薄忧愁，淡薄无欢喜的时阵，来吃啊食，拢会感觉讲真欢喜。甲来要做台语歌吗？规张拢是规张专辑拢台语。其实阮一开始算乐团的时阵，头一条歌其实就是台语歌。哦。对，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感觉其实唱歌甲写歌无需要语言的限制啊。主要是恁的编曲，啊，还有恁的迄落 melody 来讲。对。我哪食？我在拿电话的语言的天分啊。哇！你要讲啥物语言？唔爱。你要用个人讲，唔爱，好食对吧？我哩。好吃。厉害。搁讲一个的，厉害。我有看到恁这 Instagram IG 顶头，你有边仔有写一个，我有介绍，遐有写一个讲，海的终点就是海贷款。嘿，这是一个 slogan 还是啥物货？这句话本身毋是一个 slogan，不过伫咧做专辑的时阵，做到后壁开始咧拿钱啊，开始咧去付钱。你想讲哦，数字哪会愈来愈悬，愈来愈悬。本身想讲应该钱应该是有够啊，不然发现讲啊，淡薄无够。那还无够，我也知啊。其实开公司了后的贷款是因为有补助嘛，其实去
无讲负担较大啦，不过你嘛是爱豆豆行，对吧？啊，伫这条路的顶悬就。好食呢。我咧讲，唔是，我即摆讲我的悲伤到我的万。无，咱即摆你一个食了欢喜的，食了幸福，食了幸福的火锅，踮咱食。哎，我有真好食，真好食，哦，真正好食吼。海带看就海带看啊，我紧。特修斯这条船一直伫行，然后你讲顶头的人，啊，搁一寡装备拢来去听我，因为我感觉。唯一无变的就是恁的听众，恁的 fans， 愈来愈侪。我感觉咱的听众各伫遮，各伫遮听阮唱歌。对。特修斯这乐团就一直会伫遮，咱会一直唱歌互恁听。好，非常感谢特修斯今仔来到海味61号。多谢。佮互我食遮尔济山珍海味。啊，你好久晚未食咧？哦，那咪来食啦，好啦，好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阮的好风雨吹到倒位去？暗夜灯火闪烁，青春花飘，路无消无息。消失的满一铁纸，问题要斗阵行过迄一片。今嘛剩我无伊，青春花谢去，但无来历。踮起手头，红红花光，大梦烧起，少年伤魂。婚姻离离去，也因你离世，分只是我孤寡念的残躯。踮起手头，红红花光，大梦烧起。漂泊灵魂，魂是我烧炭的美丽景色，魂嘛是我最后通经历的事。看到什么拢绝望，生命拢总等伫水底。看到什么拢绝望，生命拢总等伫水底。为何梦叮当？为何梦叮当？
知影自由若像一场美梦，伫水底，伫梦中，伫咱的心肝头，予阮未来希望。哎，渡水的你，渡水的我，予人等伫水底。渡水的咱，渡水的人，予伊听这落巴。渡水的你，渡水的我，哪会拢袂记着阮困难？渡水的咱，渡水的人，咱搁相信咱中去有梦。志玲的歌，你会当听到淡薄仔忧愁，淡薄仔欢喜。特修斯是一只船，伫这个船顶来来去去，遮侪人会加入一寡新的元素，也毋过要行的方向拢无改变。听到志玲甲特修斯因做的音乐，你会当发现讲，我即马伫啥物位置？我即马行的方向。甲当初时想的方向，敢有共款无？